多谢警方来看台南的消息。台南市安南区13店的庆新宫，古早时代是地方的学堂，也就是学啊。台南社区大学台江分校要伫这个庆新宫呢推展教育，要开办地方创新的教育课程，以学习的力量来营造社区。这台南社区大学台江分校推展一村一庙一学堂，来营造这个相关的教育。啊，伫营造13店的社区博物馆了后，伫庆新宫要展开社区地方创新的教育工程，要结合老中青的力量，展现百年学堂的文化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